喺紐約呢個節奏咁快嘅城市，以前我哋講一份工打到老，追求穩定，但而家個世界已經變咗，規則都唔同晒。而家嘅世代轉變，講緊嘅係精神。你唔再只係一個單一身份嘅打工仔，你可以係一個會計師，同時係一個 YouTuber， 再加一個網店老闆。你嘅價值唔再係由一間公司定義，而係由你擁有幾多種技能決定。所以今日嘅重點係唔好俾一個職位框死自己。試下每日學少少新嘢，例如學剪片、學投資，將你嘅技能搭加起嚟，呢個先係新時代嘅保障。想知更多點樣喺呢個世代突圍而出？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紐約與你，每日1分鐘，同你一齊進步。聽日見。